廣州首個第4代嘅住宅招商林宇景，12月首次開盤就憑借住140嘅高實用率得到客戶嘅認可。第一季度亦都係廣州嘅網簽銷冠。最近項目迎嚟新一棟加推，而且開放咗好多之前都未開放過嘅實體示範區，好似有呢個小朋友見到都唔願走嘅活動空間，設備硬件都齊全嘅健身室，可以約上閨蜜拉下身嘅瑜伽室，甚至仲有可以令你大汗搭細汗嘅 boxing room。2.5 嘅低容積率，配合呢個心境主題嘅園林，真係入到嚟都身心放鬆。項目處處都係誠意滿滿嘅，好多細節都係用心打造。單單呢個地下車庫，你見到都可以媲美好多星級嘅酒店大堂，連綠植都幫你安排埋。最緊要電梯都用咗最新嘅寵物友好功能，住高層嘅住戶都唔使擔心你嘅外寵影響到其他住戶啦。等等嗱，又嚟到我哋廣州首個第4代住宅招商林宇景啦。嗱，呢個82方嘅戶型上次都賣到非常之火爆，不過今次4棟加推都好就得翻最後嘅93套啦，所以又賣趁手啦。嗱，好多客戶都中意呢個戶型就係呢個超大嘅露台設計。咁以往可能真係要買到疊墅啦，甚至別墅先有呢種哇，好似有天有地嘅感覺。不過呢度住宅82方就俾到你啦，所以亦都係佢嘅賣點所在啦，係咪？嗱，呢個戶型嘅優勢就係個短重心，採光特別好嘅，再配合埋我哋 LDK 嘅呢種廚房設計成個大廳空間感真係更加強。嗱，呢邊有個次臥啦，就做咗個打通嘅，咁平常係2個次臥連埋一齊，隔離就係佢嘅工位，咁而最後就係你嘅主人套位啦，3房2衛設計，呢邊有個直角嘅飄窗台啦，而家做咗衣櫃啦，配合埋呢度呢個窗可能佢做到南北對流。嗱，呢個戶型我都覺得真係非常之震撼。嗱，如果中意嘅客戶就快啲過嚟睇下啦，因為真係最後93套。除咗頭先睇到嘅82方，更有呢個110方空間更大嘅4+1房戶型，搭乘18號線2站萬博4站珠城。你有冇興趣周末嚟睇下？想要資料嘅記得後台私信我啦。